一直都有個講法話，香港嘅科技發明難以走出市場，呢度就有個實例。特區政府近年着力促進銀髮經濟，發展銀色產業，早前更加成立咗銀髮經濟促進組，只會落實推行30項嘅措施。本地創科公司頂尖頭腦有限公司 Sunosaki 有一隻家用嘅機械手，只係賣萬幾蚊，能夠協助中風病人恢復手部活動。歷年嚟獲得唔少業內稱為大牛嘅外國優秀企業引用佢嘅論文，得到眾多外國醫院同研究院嘅認可及試用。喺60科技展亦都獲得行內人士嘅青睞，但係種種原因令到產品唔可以衝出香港。我哋係嘗試去將一個大學嘅科研過去嘅機械手咧落地做生產，去希望咧可以呢隻手咧可以受惠到更多有需要嘅病人。我哋可能喺英國、德國啊、日本啊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內地都有唔少嘅醫院有試過我哋嘅產品。咁我覺得某程度上我哋都已經係一個國際化嘅產品嚟嘅。何思傑透露，公司早期亦都曾受過政府嘅資助，但係由於要改良機械手嘅研發期長、成本昂貴，公司一過咗3年孵化期之後就不敵租金，最終遷址到新界嘅一棟工廈。曾經進駐過科學園，亦去過數碼港，咁啊後尾就過到嚟呢度。咁啊，我哋自己都有唔同嘅資助啦，例如我哋有社創基金嘅資助啦，亦有啲可能係科學園嘅配套啦。可能有啲人覺得3年係對一般初創公司好足夠，但係例如我哋做一啲叫做醫療科技、醫療產品，咁嗰個週期就唔係講緊1、2年、2、3年即做好就即賣嘅產品嚟嘅。我哋仲要做好多 safety 測試啊，要做一啲 registration 啊、臨床啊，咁呢一紮嘢咧，咁變咗，如果唔係真係有投資者嘅資金去 support 咧，都基本上幾難用一個叫做自負盈虧到嘅角度咧，去做一個真係可以留到喺科學園繼續做生意嘅位啦。雖然機械手受到國際醫學界嘅認可，但係要揚帆出海或者打進國內，卻有困難重重。出海又要有外國嘅 registration， 但係入內地又要有內地嘅 registration。咁某程度上咧，喺我哋角度就變咗係兩頭都唔到啊！投資者又有啲尷尬係咩咧？我證明唔到個市場有幾大，我證明到香港市場我賣得唔錯，但我證明唔到海外市場賣得幾大，因為我仲未有證。咁所以我覺得好多投資者可能都會喺呢個地方就會卻步啦。即係有啲甚至乎同我講，有啲投資者話：你賣到1000萬嘅，你再嚟揾我啦。咁我心諗，我賣到1000萬都唔使再揾你。我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幫我哋嘅話，就唔好我哋間公司孤軍作戰啦，而係建立一個比較，即係如果香港政府帶頭，例如咁講，或者香港科研帶頭咁啊，香港公司做研發，跟住就呢一堆公司就政府大力周圍去做 roadshow， 跟住就去打通咗內地個關卡先，就係內地個 registration 有冇個叫做內地有個綠色通道啦，咁有冇叫香港通道呢？明唔明先？即係有冇方法可以方便啦？Sunosaki 業務發展經理鍾善文坦言，港府嘅官員冇同佢哋公司溝通，業界亦都唔知點樣接觸佢哋，質疑銀髮經濟得個講字。就算係一間香港嘅創科微企，我哋都唔知點樣有一個正式嘅渠道，可以真係有一個政府嘅部門協助我哋，支援我哋打入去呢個大灣區嘅復建市場啦。一啲即係部委嚟到同我哋做訪問，問我哋點解你哋唔推隻手入去國內啊？國內有好多需求㗎喎。咁我就同阿部長講，其實我哋知嘅，但係咧我知道咧國內咧有好多嘅關卡或者啲驗證咧，我哋根本都唔知道有啲咩驗證係先符合國內嗰個需要，而將我哋呢隻復康機械手引入去。我哋同啲部長啊，同啲官員啊 say 個 hi 嘅，但係其實我哋隻手舉上嚟咧，就唔係淨係 say 個 hi， 我哋想話俾有關部門同我啲部長啲部委聽，其實我哋而家 ask for help，ask for 你哋嘅 help， 你哋嘅幫忙好重要，支援啦嚇，同埋你哋真係希望有一個專門嘅，就算而家有一個叫做銀髮促進經濟一個小組都好啦，
但係咁耐以嚟，我哋都未被 approach， 我哋亦都唔知點 approach 佢嘅嚇。咁你諗下，好多時會唔會就係因為呢啲咁樣嘅政策，就係因為欠缺咗大家嘅一個溝通嘅渠道啦，甚至乎係一個接軌嘅一個對點嘅一個接口啦，而導致到呢啲係成為一個口號咧？